如果你屬蛇上半年小人重生機會到門前又生變，屋企雜事不斷，連睡眠都難安穩。立秋交接，成個流年氣場迎來大洗牌，巳火與丙午雙火，入秋金氣升起火金相戰。正南正北兩個重煞方位，千祈唔好踏足，不論出門傾生意遊玩，抑或是居家長時間停留，輕則年月大破財人際反目，重則血光官非久病重生，早看清利害避開，先接得住下半年翻身機會，唔好大半年積落嘅福氣一瞬間散盡。丙午流年，天干丙火，地支午火，滿盤火氣盛到極點。巳蛇本氣為巳火，巳午半會火局，等同全年雙火重搭。火炎土燥，命局入面金水調後，元氣持續耗損。上半年初夏仲下火氣沖頂，好多屬蛇之人只會覺得周身攰，錢銀留唔住，心籠難平，以為只係一時運滯，完全忽略立秋之後金氣慢慢抬頭。火克金金為屬蛇人財星，財星受剋本就注戰着來財去，再加上兩大凶星分守正南正北兩方，一邊係太歲五黃揼臨，一邊係歲破三煞同宮，兩方凶氣互相牽引，只要屬蛇人主動靠近，長時間逗留，等於親手打開煞氣掹門。本來立秋之後能夠翻身嘅機運會直接被煞氣沖散，多年積落嘅人脈積蓄都會蒙受無謂損失。呢句我千叮萬嚢，大家一定要記實。大家記實，睇完呢段務必點讚，分享俾身邊屬蛇嘅親友。評論區統一打上被煞立財，蛇人順遂，心誠留言，自然化解流年南北空氣，穩穩接住立秋之後到來嘅貴人福分。我見過太多，本來立秋之後有貴人扶持示轎一路攀升嘅人，只係貪一時方便跑去呢兩個方位遊玩簽合作，翻來之後接二連三出事㗎。有人出門車靚客碰行路跣親，耗費一大筆醫藥費；有人喺當地簽長期合約，後續爆出合同糾紛，徵入官非耗盡半生積蓄；仲有人長期駐守居住喺呢兩個方位，屋企長輩身體反覆轉差，夫妻日日嘈交，財富永遠空虛。本來到手嘅升職大訂單，半路被旁人截胡，種種詐事根源全部都係誤踩空位，唔識順應流年氣場被殺。呢啲真實案例，幾十年我見唔少，唔係隨便講好話嚟嚇大家。屬蛇之人天性心思細番，頭腦轉數快，擅長捕捉細微商機，待人顧全周全，唔中意同人正面衝突，正係呢份顧及情面嘅性格。上半年反而最易試底，身邊少人妒忌你嘅頭腦同機遇，暗中搬弄是非，背後亂講閒話，合作時暗中截留利益。你顧及情分，唔願撕破面，最後獨自承擔所有虧損。手頭開支集七集八層出不窮，正財收入穩定，卻一分錢都留唔低，偏財更加完全冇蹤跡。感情上伴侶難以體諒你每日承受嘅壓力，三日兩頭為錢銀，屋企連事嘈。屋企長輩身體反反复复，成整年都在操心勞碌，難得有半分清閒。好多屬蛇朋友同我傾偈，都話上半年簡直係獨自硬撐，冇半個真心人幫手。立秋之後氣場鐵底翻轉，原本壓制你整年嘅小人運會逐步退散，貴人星慢慢入命，正財緩步回升，外出遠行跨界合作反而能揾到全新財路。從事物流、互聯網、外地貿易、文旅行業嘅屬蛇人，更容易遇見願意扶持自己嘅前輩貴人。退休閒賦在家嘅屬蛇老友，多出去同親友飲茶聚會，亦會聽到有價值嘅穩健投資資訊。本係10年難遇嘅調整契機，但前提千祈要避開正南正北兩個大空方位。只要守住呢一關，下半年整體運勢就能脫離上半年掣肘，一步一步順風順水。如果心存抱負，覺得只去一次冇所謂，煞氣一旦唔生，最少耗損3個月運勢，本來屬於你嘅機緣直接被沖走，絕對得不償失。千祈唔好抱住純煲心態。先同大家拆解第一個千萬唔好去嘅方位，正南方2026丙午流年午火本位，太歲臨宮，仲揼加五黃廉氹大凶星，係全年第一重煞之地。對本身屬火嘅蛇人而言，更加雪上加霜，千萬唔好輕視。先講底層五行邏輯，是蛇地支是火，正南午火兩火會聚一處。火氣過度焚燒命局入面調後金水，五黃星尊主災火血光，長期重病大破財官非糾紛，太歲之地永遠宜靜不宜動。但凡主動前往長時間停留，等於主動招惹歲煞，輕則破財，重則招災。呢個道理我同每個嚟訪客都重複講，分兩層同大家講清楚記硬。第一層係外出遠行、遊玩、出差、傾生意，正南方向嘅城市景點、出商務寫字樓。立秋之後能推遲行程就推遲，能唔去就唔去㗎。
如果實在逼不得已必須前往，千祈唔好喺當地留宿超過1晚，唔好簽任何長期合作合約，更加唔好投入大額資金投資當地物業項目。我幾年前見過一位1965年屬蛇嘅老友，今年初秋專程走去南方城市考察廠房，中職場簽下10年長期租約，返屋企之後唔夠半個月，廠房查出消防重大隱患，罰款數萬。個仔踩單車發生意外跣親，前後耗損10幾萬積蓄，本來穩定經營嘅生意直接停滯半年，正係踏中正南太歲5黃搭煞嘅過根。呢個案例我次次講運程都拎出嚟提醒大家，就係唔想大家重蹈覆轍打工一族。如果公司安排正南城市長期外派，盡量向上司申請調換地點，長期駐守正南區域辦公，容易遭同事背後捅刀，上級永遠睇唔到你嘅付出，升職加薪機會永遠輪唔到自己，日常仲容易頭痛心悸、血壓飆升，心臟血管方面嘅舊病反覆發作，身體一日差過一日，從事自營生意開鋪做零售業嘅屬蛇人，千祈唔好喺正南方位開新店設分公司，店鋪客流看似熱鬧，實質利潤微薄，上門客戶多數係欠就扯皮之人，回款極其困難，開鋪大半時間都處於撈損狀態，純粹日本買吆喝。第二層係居家辦公空間嘅正南方位，立秋之後千祈唔好喺呢度動土裝修種長金冬，唔好擺放大量紅色、紫色、橙色物件，諸如紅沙發、紅地毯、大型暖風機、電爐、長期開住嘅燒水，呢類火性物件全部會加重正南火煞，直接激活5黃凶星。屋企正南如果係側室書房，盡量減少喺呢度長時間瞓覺辦公，床頭辦公桌千祈唔好朝向正南。長期坐踭會令情緒越發暴躁，成日失眠多夢，屋企家人嘈交不斷，細路仔容易發燒體弱，長輩心腦血管舊疾隨時復發，一發病就要使一大筆錢。好多人會問，如果屋企格局唔改變，正南呢個位置避唔開，有咩簡單古法化解？我教大家沿用幾十年嘅調候方法。正南屬火，5黃屬厚土，土生金，金能夠泄土氣，克制旺火。可喺正南位置擺放一對銅葫蘆，搭配6帝銅錢，周圍鋪設白色、銀色、淺色縴布，千祈唔好擺放開花紅色盆栽。枯萎黃味花草務必及時清走，破碎碗碟廢舊電器全部移離此方，保持空間乾淨掃淨，減少火煞之生。呢個方法簡單易做，成本唔高，每個家庭都能夠執行。再講第二個全年忌塔方位，正北方2026丙午晚年3煞全數落於正北，同時又係歲破之位，同正南太歲拉擼相沖，水火激烈對戰。對先天火旺嘅屬蛇人而言，正北本係調候孕局嘅清純水位，奈何3煞歲破搭加，清純水氣直接變成6煞，一旦靠近水火相沖，引發各類突發橫過，千祈要謹慎避開。3煞專主劫財、交通意外、筋骨損傷、泌尿婦、科急症、突發官非，歲破主突發變故合作，一夜破裂，親人分離。兩重凶煞會於正北屬蛇人，立秋之後千萬唔好輕易踏足。同樣分外出居家兩類忌，同大家講清楚。外出層面，正北方向城市景區商務洽談地點，立秋之後非必要切勿前往，尤其唔好獨自揸車長途北上。走正北線路，隨時預見道路封閉、交通事故、行李遺失、錢銀被驟。如果係組團旅行，多人一齊北上，全程唔好扭帶大量現金貴重，首飾住酒店千祈唔好揀正北朝向房間。房間內唔好靠窗久坐，容易夜半失眠、驚夢連連，仲會出現身體莫名酸痛、磕碰擦傷，看似細微，實則係煞氣近身嘅預兆。做生意嘅屬蛇人，唔好同正北區域嘅合作方簽訂長期協議，對方表面看似實誠，內心暗藏算計，後續極以拖欠貨款違約，自牽扯漫長官司，耗費大量時間金錢，尋求投資加盟項目。但凡總部廠房位於正北方位，一律要多番考量，唔好一時頭腦發熱落訂。多數呢類項目後續資金鏈斷裂，難以回本，到時試本都無處申訴。退休屬蛇長輩，立秋之後唔好獨自北上遊玩，水土不服、突發展狀、泌尿急症嘅機率大幅提升。身體底子偏弱嘅老友，極易舊疾加重。出門在外冇人照應，風險極高。居家辦公正北方位。同樣忌飲動土烤用大閪部改造，唔好堆積鍋水桶廢舊雜物，破損水管漏水會加重正北落水煞。此方千祈唔好擺放黑色、藍色大型水培植物、大型魚缸。大水會激發3煞歲破嘅水火衝突，引發屋企財富動盪，存唔低任何積蓄。
辦公桌沙發唔好背靠正北牆，長期久坐會導致人際關係全面破裂。身邊貴人一個個遠離，小人日日同身。做任何事都滿途阻礙，難有順利之時。正北方位化解手段相對簡單，厚土能夠制落水，可喺此方擺放紫砂、陶瓷、土質擺件。淺黃米、白瓷盤最為合適，盤內放少量粗鹽同白梅銅錢，穩定綠水煞氣，同時保持此方乾燥通風。一發現暫水潮濕問題，就要及時處理，減少煞氣，長期積存屋企。講完兩大空位核心忌因，我補充一點好多人忽略嘅細節。好多人以為只係短暫路過轉車經過南北兩個方位唔會惹煞，其實流年空氣不分停留長短，只要踏入對應方位氣場範圍，自身五行就會同煞氣產生牽引，輕則當月無謂開支暴增，重則連續數月運勢低迷，哪怕只係半日行程都要盡量繞道，唔好貪圖路線便捷，因小失大。仲有部分屬蛇朋友屋企南北兩個方位長期堆放紅色、黑色大型監裝飾，以為只係美觀，唔知日日持續激活五黃三煞，屋企內部爭執、小病小痛從未間斷，長年累月耗損自身福氣。呢兩個常見誤區，大家一定要及時糾正，再按不同出生年份屬蛇人拆解立秋之後整體運勢差異，大家可以對照自身年次，提前做好規劃同防備。每個年次先天五行唔同，受南北凶煞影響嘅輕重亦有分別，唔可以一概而論。1953年癸巳屬蛇，今年73歲熱命生人，先天巳火再加流年午火，火氣極旺。立秋之後金氣來臨，財星逐步顯現，晚輩十分孝順，仔女事業漸入佳境，會主動分擔屋企各項開支。自身閒暇同老友聚會，仲會聽到穩健興到投資渠道，小額投入可略有回報，但千祈唔好聽信旁人翻湧，將大筆積蓄借出去。尤其對方提及正南正北投資項目時，直接婉拒。唔好心軟，健康上重點防備心臟、血壓、肺部不適，少食辛辣燥熱食物，多切白色潤肺食材。立秋之後減少北上南下長途遊玩，近郊短途小聚即可。居家正南正北維持素靜整潔，先至安享平穩晚年福氣。1965年乙巳屬蛇，今年61歲寒命生人，先天乙木印局，可稍緩流年旺火燥氣。立秋之後貴人運最旺，多為同輩老友、行業前輩，能夠牽線穩定合作渠道。閒置房產、舊投資品適合喺秋季出手套現，正財穩定偏財有小幅進造。但呢個年次屬蛇人最易心軟，身邊親友會借機勸喻前往正南正北考察項目，仲會開口借大筆錢銀，記實4字箴言：財不露眼。手頭資產千祈唔好隨意同外人透露，借錢一律婉拒，否則借出款項9成難以收回，白白耗損自身財運。健康方面留意關節泌尿系統，唔好經常捱夜，定期做全面體檢，主動做輕度開銷，化解輕微破財煞。例如置辦小型金飾，帶全家短途溫和旅行，以開心消費抵擋無謂突發破財。1977年丁巳屬蛇，今年數19歲，熱命生人，丁火加重流年火勢，上半年事業壓力堆積如山，合作多有變數。立秋之後事業迎來明顯轉機，上級願意交付重大項目，獨立掌控團隊，業績獎金有清晰提升。從事銷售業務貿易之人，秋季訂單量會大幅增值。感情上容易因為工作忙碌忽略伴侶，夫妻之間小事隨時起爭執。記實收挽自身急躁脾氣，多包容溝通，家庭和睦先至守得住財氣。如果日日爭執，財星動盪，到手收益好容易因為屋企人醫藥雜項開支流失。外出傾生意嚴格避開正南正北長期駐留，傾完即刻返程，唔好隨意留宿當地。居家兩大空位定時清潔通風，唔好堆積雜物。1989年己巳屬蛇，今年37歲寒命生人，己土潤燥，係全年屬蛇人之中轉機最明顯嘅一批。上半年小人日日唔新，職場競爭者暗中搶奪資源，付出極多回報極少，開支層出不窮，一分錢都存唔低。立秋之後小人逐步退散，職場貴人隨即出現，有跳槽升職、大幅漲薪機會。自主壯業之人能夠預見全新合作伙伴跨界開拓，外地市場反而能夠獲利，適合輕度外地短期出差，只要唔仗住正南正北，動中生財嘅格局就能成形。年輕屬蛇人最易頭腦發熱，聽信網上高回報投資，多數呢類投資項目地址都落南北兩大空位，千祈唔好盲目投入，多觀察2到3個月再做決定，避免本金全數虧損。
感情上單身者秋季有正緣出現，伴侶性格溫和，適合穩定交往。已婚者避免因為投資分歧嘈交，遇事多商量，唔好獨斷專行。健康重點防備皮膚過敏、腸胃虛弱，少食辛辣油炸，多飲潤燥溫水調理體內火氣。2021年新氏屬蛇，今年25歲，熱命生人，年輕氣盛，體內火氣難收。上半年求職考試狀元多遇阻礙，面試臉易落選。兼職收入微薄，仲容易因為交友不慎被拖累大破財。立秋之後學業事業運逐步抬升，求職者能夠揾到心儀 offer。在校學子考運向好，證書升學考試更容易取得理想成績。兼職副業又會帶來穩定額外收入。年輕人最易一時興起，約朋友前往正南正北遊玩露營，長時間在外逗留，容易出現財物遺失、肢體磕碰、口舌衝突。外出前提前規劃路線。繞開南北兩個方向景點，交友一定要謹慎，遠離翻湧、超前消費、高風險投資嘅損友，手頭積蓄做好長遠規劃，唔好隨意揮霍，為日後置業事業發展鋪墩根基。健康方面少通宵捱夜，防心悸、失眠、內分泌失調，多做戶外溫和運動，調理火燥體質。2013年癸巳屬蛇，今年13歲，熱命少年，讀書運立秋之後逐步平穩，上半年容易分心厭學。同學之間成日發生口角矛盾，家長日日操心學業，入秋之後心思回歸學業，成績緩步提升，老師願意多加提點，身邊交好同學都係益友。家長千祈唔好帶細路仔前往正南正北長途遊玩，路途勞頓，隨時發燒磕碰受傷。屋企正南正北房間唔好安排細路仔長期讀書瞓覺，容易注意力澆散，脾氣暴躁，成日鬧情緒。日常少買紅色火性文具擺件，房間多放置白色淺藍飾品，雲局穩定細路仔躁動心性。講完分年份運勢，我完整補齊我獨創寒熱平3分命理體系。呢套分法幾十年經無數案例驗證，絕對唔係空談。好多同類運程文只分寒熱，忽略平命人，調理方法自然會有偏差。今日完整拆解，所有屬蛇人都能夠對號入座，精準化解南北兩大空位帶來嘅煞氣衝擊。第一類熱命屬蛇人，出生公面3月6日至5月6日，5月6日至8月8日。春夏出世先天命局火氣充盈，撞上丙午流年雙火搭家，立秋之後金氣抬升，火金相戰嘅衝擊最為強烈。南北兩空位對呢批人嘅影響最明顯。調理核心思路為潤火制燥，金水平衡。家居重點調理北方東一方位，北方雖係三煞歲破，可少量擺放小型白色陶瓷，千祈唔好放大水魚缸。正西為2026偏財為土金相生，適合放置紫砂聚寶盤。盤內放6枚銅錢，每日擦拭保持乾淨，承接秋季偏財。氣場個人隨身飾品優先揀人色白金白水晶減少，長契佩戴紅瑪瑙朱砂紅玉呢類火性飾品。銀包揀黑色深灰米白款式，千祈唔好長年用大紅銀包，紅色屬火會加重命局燥氣，直接導致財來積散。銀包內雜亂收據過期票據及時清理，紅票整齊順序擺放。心中懷有敬重財富嘅心態財氣，自然願意依附自身，減少無謂破財。日常飲食多食用白色黑色食材，銀耳百合雪梨黑豆海魚潤燥降火，少食火鍋燒烤辣椒等燥熱食物，避免加重體內火煞，降低心臟血壓方面嘅潛在隱患。第二類平命屬蛇人，出生公吟3月6日至5月6日，不寒不熱。先天五行平衡，唔似熱命人火氣過盛，亦唔及寒命人需要旺火調候，係3類人之中受南北凶煞影響最輕微嘅一群，但唔代表可以完全放鬆警惕，只係化解難度更低。平命人水火皆唔忌，流年雙火能夠幫助打開人緣，秋季金氣到嚟亦能生財。唯一忌人就係南北兩大空位激發水火火土衝突，調理思路為中庸手氣，輕度平衡。居家正東流年貴人位正常佈局，小型發5六直配9個小紅包催旺貴人。正南5黃位緊擺銅爐簡單化解，唔好新增大量火性物件。正北3煞位用淺黃陶瓷輕度鎮煞，唔使過多金屬飾品泄氣。隨身都佩戴淺灰米白色飾品，唔好過度偏火偏水，維持五行平衡。閒巧隨緣東西短途出行，無需刻意避忌，只要唔長時間停留南北方位。全年運勢都會平穩順遂，正財偏財均有小幅進駐，小人干擾極少。
第三類寒命屬蛇人，出生公曆8月8日至次年3月6日，秋冬出世，先天金水偏寒，流年丙午旺火剛好調後命局，整體運勢本就比熱命平命屬蛇平順好多，唯一致命忌飲就係南北兩大空位，激發水火火土衝突，調理思路為溫火暖谷，土撞金氣。居家正東為流年貴人位，木火通明，適合擺放小型綠色發入盆栽，支入繁茂無尖刺，掛9個小紅包於枝頭，催旺立秋之後貴人運，遇見難關自有長輩客戶出手相助。正南五黃位指擺銅葫蘆，簡單化解，唔新增任何火性物件。北方三煞位用米黃陶瓷鎮煞，平衡綠水氣隨身，可少量佩戴淺黃格式玉石，溫和暖局，唔好過多佩戴金屬銀飾，避免金氣過旺克制自身火命。閒暇多向東方短途出行，郊遊拜訪親友，東方無氣生財，能夠積位福氣，抵消南北空位帶來嘅潛在衝擊。講完屬蛇人專屬寒熱平三類調理方法，再同所有屬蛇老友分享2026立秋之後全生肖通用嘅清宅催財3步法，不論寒熱平命，做好呢3步，能夠從全屋整體氣場削弱南北兩大煞氣嘅影響，穩固下半年財富同貴人緣。步就簡單易做，唔使花大價錢，每個家庭都能夠執行。第一步，全屋清走3類耗財引煞雜物。呢個步驟係90%以上人最容易忽略嘅關鍵，雜物堆積等同封閉自身財運，同時放大兇煞威力，千祈唔好偷懶。第一類係枯萎發黃、乾枯凋零嘅花草、乾花枯枝等同衰敗死氣，堆放屋企會令貴人遠離，小人橫行。立秋之前全部打包丟棄，替換生機盎然嘅忽綠植。第二類係廚房櫃櫟，光櫃內過期調料破損碗碟，破碗代表破財破飯碗，發霉調料象徵財氣腐敗，容易引發無謂開支，身體小病一定要徹底清理乾淨，更換完好餐具。第三類係床底衣櫃深處堆積數年嘅舊衣物、灰塵雜物，床底藏污納垢等同自身背負重重衰運，永遠難以翻身。趁立秋之前徹底打掃，唔用嘅舊衣物整理捐贈或者丟棄，騰出空間容納秋季全新財氣。全屋清潔完畢，打開全屋門窗通風，半日散走積存一整下嘅燥火戾氣，安心迎接入秋金氣。第二步，定位流年正財偏財為布局穩財，2026丙午年正東為貴人，正財為正西為意外偏財位。拿手機指南針定位客廳或者主人房2個方位，正東擺放紫砂陶瓷聚寶盤。土生金穩住正財，保障工作穩定，月薪獎金穩步上漲。一杯內放6粒臘媽白糖，金水雙生，接引外界商機，投資回報意外獎金。每日更換清水，保持器皿乾淨無污漬。千祈唔好堆積灰塵，否則直接斷絕財氣流通。2個財位周圍唔好堆雜物，垃圾桶也氣會沖散財星，盡量遠離2米以外。第三步，調醒隨身財富，亦即每日撈大嘅銀包。好多人一個銀包用10幾年，殘破發舊，內心滿過期收據廢紙，雜亂無章，等同自身財富雜亂，永遠留唔低錢。立秋之後更換全新長方形、正方形銀包，顏色優選黑色、深灰米金。千祈唔好長期使用大紅銀包，紅火耗散金財。銀包內廢單據全部取出壓票，整齊順序擺放，唔好隨意遊走。硬幣單獨收納，唔好雜亂堆放。心中懷有敬重財富嘅心態，財氣自然願意依附自身，大幅減少，無謂突發破財。再同大家嚴重提醒幾個立秋之後屬蛇人常見嘅致命誤區。好多人見下半年有轉機，就放鬆所有警惕，犯下錯誤，白白浪費千載難逢嘅翻身機會。第一個誤區，覺得只係短暫路過正南正北，唔會惹煞，實質流年煞氣從來唔分停留長短，只要踏入呢2個區域氣場範圍，自身5行就會同煞氣牽引，輕則當月大破財，重則連續數月運勢低迷。第二個誤區，居家南北2位堆放大量紅色、黑色大型裝飾品，以為只係美觀，唔知日日持續激活5黃3煞。屋企內部爭執，小病小痛從未間斷。第三個誤區，心軟借錢俾前往南北兩地重要投資嘅親友，對方事業受阻無法還款，自身半生積蓄難以追回。第四個誤區，秋季盲目大額投資南北區域物業店鋪，流年重煞加持，資產難以升值，甚至長期攤損滯銷，套牢幾年都無法脫手，想要化解潛在無謂突發破財。我教大家一個沿用幾十年嘅簡單主動化煞之法，立秋頭2個月主動做2類開支，以喜樂開心消費替代突如其來嘅橫果破財。
呢個方法我每個流年都會教嚟訪客，實效十足。第一類，置辦小型貴重金屬飾品，銀色銅擺件均可金，能夠洩土制火，穩定南北兇煞帶來嘅衝擊。第二類，帶全家短途溫和出行，嚴格避開正南正北線路，揀向東西近郊遊玩，開心消費等同主動化解輕微破財煞，減少外出意外磕碰突發醫藥開支。同時立秋之後抽空做一次全面身體檢查，洗牙常規體檢呢類輕微見血之事，亦能夠提前化解流年潛藏嘅血光引誘，保證整年身體平安無虞。唔好捨不得呢筆小開支，細微開支換整年無災，絕對抵值。命理從來唔係定數，流年氣場雖有固定吉凶方位，但風水係人為可調，命運完全由自身舉止心性改變。屬蛇之人立秋之後，本有貴人扶持，財運回升嘅大好機遇，只需要守住唔踏足正南正北兩大凶位呢一條底線，搭配我教俾大家嘅全屋清宅、催財、寒熱平三分類調理方法，待人多一份包容，遇事少一份急躁，唔貪圖高風險快錢，唔輕易向外借貸，下半年就能順利脫離上半年面身嘅小人耗財煩心事。正財穩，暴精接偏財少有進展，家庭和睦安穩，身體無大病痛，貴人常伴左右，多年心願皆有機會逐步落地。好多人總以為運勢好壞全靠上天安排，完全忽略日常一舉一動，屋企佈局出行路線選擇都在時刻影響自身氣場。同樣係屬蛇之人，有人立秋之後順風順水，有人依舊諸事不順，差別只在於是否懂得避煞調整風水，修繕自身心性。今日將幾十年累積嘅流年方位煞氣屬蛇專屬化解法，全生肖通用催財手段，毫無保留分享出嚟。只願所有屬蛇嘅朋友能夠提早警醒，避開兩處致命凶地，牢牢接住立秋之後到嚟嘅命運大洗牌轉機，唔好辛苦半生積落嘅福氣毀於一時疏忽。如果身邊伴侶、仔女、父母同為屬蛇，務必將呢篇內容轉發分享，親人之間互相提醒，避煞納福，福氣會互相流通，一家人整體運勢同步抬升。評論區心誠留下避煞立財，蛇人順遂八字，心誠則靈，化解流年南北兩大凶位帶來嘅隱藏災厄。下半年財福雙收，萬事順遂，全年平安無虞。接下來呢段時間多留意身邊年長有地位嘅貴人，佢哋帶來嘅合作資訊全部穩健有利，唔好因為一時心高氣傲，直接拒絕別人扶持，處理所有金錢往來，凡事留低證據，合同借條完整留存，防備後續官非口舌。居家南北方位，每日簡單擦拭乾淨，維持素靜安靜，唔好隨意堆積雜物，擺放火性大水物件。只要堅持做好呢啲細節，成個秋季直至年末，屬蛇之人就能擺脫上半年重新嘅小人耗財各類煩心事，事業步步高升，財富充盈，家庭歡樂，身體康健，整年收尾圓滿。未來年積為厚重福氣，流年氣場輪轉。立秋係丙午年下半場最重要嘅分水嶺，成個氣場大洗牌之下，有人翻身起勢，有人持續低迷。分界點就係是否懂得順應五行，避開凶煞。屬蛇本命雙火搭流年，金氣入秋，財星浮現，本係10年難遇嘅轉運窗口，千祈唔好因為一時大意踏足正南正北兩大凶地，斷送自身半年大好運勢。時刻誤記避煞立財，穩守吉方，用心調理屋企風水，待人溫和謹慎，自然福運上半，財立文祥，整年無災無難。仲有一點我要補充提醒大家，好多屬蛇朋友下半年會收到外地開發跨區域投資嘅邀約，見到利潤誘人就心動。簽約之前一定要睇清楚項目所處方位，如果係正南正北區域，無論利潤幾高都要推遲，流年重煞加持，再好嘅項目都會橫生枝節，看似賺錢，實則後續各類隱藏開支，官司會吞走所有利潤，得不償失。如果係東西兩個方位嘅外地項目，大可放心把握。東方木火通明，正西金氣生財，兩個方位均係2026流年吉方，外出拓展只會越做越旺，洞中生財，貴人源源不絕。呢個方位取捨嘅細節，好多運程文唔會提及，但實戰幾十年，我見無數案例，絕對值得大家謹慎參考。另外感情方面再多講兩句，南北兩大凶煞亦會衝擊屬蛇人姻緣宮。單身者如果專程去正南正北相親約會，好容易遇見虛情假意之人，交往一段時間先至發現對方隱婚重大問題，白白浪費時間精神。
已婚伴侶千祈唔好一齊去南北方位長途旅行，路途之中容易因為零碎小事大嘈，感情出現裂痕，積怨難消。想出門散心揀東西方近郊，風和氣順，夫妻感情只會愈發和睦。家和萬事興，家庭安穩，